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第三个小囡仔遐囡仔子，就是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内面有真侪金库库，阁有宝藏。你今仔日到想要摕宝藏？哦，你平常是教咧讲台语？大家莫紧张，尽量讲，放好轻松哦。小门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训练的囡仔遐，囡仔子也个上善良的比比队长，大家好。比比队长，你敢知影？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哦，伊哦就规个城市拢是动物，连警察拢是可爱呢。我想要问囡仔遐囡仔子，若是有一个城市哦，拢是动物，你敢有啥物动物会当做警察？蛇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身体长长啊，会使看这个所在。而且伊的毒会当夹歹人。假歹人吼，放毒甲人毒死。对，啊，搁有诶。狗是安怎是狗啊？因为伊走较紧。哦，狗啊走足紧的吼。唔使，屎。为什么是狮？因为伊赤白白。狮的赤白白。应该是好嘛，赤白白。卖假歹人。哦，屎假歹人。猫啊，猫啊，是安怎是猫啊？因为伊暗时的是会看到真侪物件袂弄着。哦，伊是猫啊，敢若是暗时咧活动较济吼，伊暗时拢无咧困。哦，每一个小朋友安尼联想力真正有够厉害啦，所以呢，今仔日绝对袂当紧张哦。台语爱讲了真水气，才会摕到宝藏真欢喜。训练的小朋友，即马就提出恁的精神，野狗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定定优出队，走啊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来先。有啊，一、两、三。无啊，过头啊！咱莫浪费时间吼，咱莫浪费时间。安尼就是失败啊！哎，有淡薄失败，啊，毋过这就是有熟手无熟手的问题。安尼真正，你安尼敢若是有咧运动吼，你安尼喘的吼。我有喘啊，我即摆只是想要甲恁请教讲哦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是你本来是无啥熟手，啊，毋过咧，你做一届两届以后，愈做愈好。拍刷球。哦，这你讲起咯。好，高尔夫这介高级呢？迄高尔夫爱练偌久才会熟手？一个月。一个月就通熟手啊？这你一个月你已经练一个月啊？超过。超过？哦，你讲一个月通开始会较熟手小无？较知影要安怎拍。啊，面结的。画图。画图。你安尼已经画图画偌久啊6、7年。6、7年哦。应该足厉害。因学物件拢开机的时间啊呢？对啊对，高一项安尼，通啊练足久6、7年，真厉害。敢若来挑战一定无问题。好啊，准备好啊未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外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
云林岛内嘅小朋友，咱下面这关哦，会讲到真侪职业。哦，啊，若讲到职业啊，恁未来敢有想要做啥？医生，医生哦，救苦救难，治疗别人，真好诶哦，真好心呢，真好心。阿丁呢？刷球的教练，山球厉害哦。你会使先甲我教，因为我想要学的，我搁趁一寡钱较去学，哎，这烧钱的啦，是毋是？嘿，啊，毋过其实学即个物件，就是有心就学会起来，对毋对？对啊。好啊，安尼即摆要考验的是，内面有出真侪题目，内面有真侪职业，啊，恁好好甲念出来，好唔好？好。加油哦，现在甲来，啊，开始较头前的哦，吼，啊，细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哎，团长，村长，对，好，来，好来这位。啊，无对，看好准，看好准哦。哎，技术技术对，技术。哎，运动员，嘿对，运动员。来来来，护士，护士、护理师，嘿，钢琴师工程师对，工程师勇敢地甲讲出来，无要紧。作家作家，唔对。哎，无对无对，来加油加油！武星，唔对，好，啊，这位。来哟，看我较准的哦。工人工人哦，真好哦，真够拼，安尼甲拼出来哦。好，哎，一波主，一博主，甘愿做毛，动物唔对，啊，这个。我毛已经做明显了呢。我想。加油加油！电老鼠，唔对，别紧别紧。保育员，唔对，别紧别紧。啊，这位。哎，有啊有啊。刚刚出出什么？总员状嘿，状元对。啊，这个。来，唔免惊讲唔对哦，甲讲出来就对啊。唔知我嘛打你拼尔。好，时间到。哎，可惜。啊，后来咱这个词咱做伙念。网车。就是即摆的啥？网红网红也 YouTuber。啊。好，网车。电路师。地路塞。专门咧做咱的鸡卵糕啊，哥。还是做电路的，做饼，还做饼的。豆饼。来，保育员，保育员。就甲体育的育迄是共字嘛。好。啊，亲像你正手边迄位是啥物人？艺人，艺人嘛，艺人，甘愿做啥物？唔惊无地通拖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力通拖。嘿，对，无地通拖。啊，敢知啥物意思？以后无惊去食苦，伊就会成功。啊，差不多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好，咱来看觅啊，恁拢总摕到9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。半个嘛袂歹啊，唔通有准。后一关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咱啊等于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扣扣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迄是今日来小朋友是定西国小的小朋友，因上出名就是野球，拄好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野球队的。有影无野球？阿丁哦，啊你拍山球，嘛搁有你讲野球哦？哦，啊你是守倒一个位置的？外野甲保守，
哇呀！哦，哇呀！啊，以前喺拍棒球的时阵，迄保手啊，伫咧下骹足无用的，毋知比啥。哦，迄动作，哦，比迄技能差是投5-7手，爱投啥物球？哈？一号，来角，对唔对？哎，你知啊？我们拍球的啊，哎呀，来角。好啦，咱莫讲伤这个，球咱只讨论起来安尼。出来，尽量形容哦。好，考验要开始喽，林大家。 两个字，有人咧困的时，我着好食的物件会流喙烂。你讲出来啊！脆烂啦，开车的人，开车的人，两个字，开车的人。司机对，对啊。来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，有人伫好好走有人伫好好走。比赛，学校拢会举办呢。运动会，运动会，对。几个字？来几个字？会飞哦，两个字想看麦，伊的囡仔是去无通，三二哦，对，对。台湾来上大的人，好丢，好丢，那好丢来啊，两个字，会当 QQ 的，哦 ，QQ 的，当退会，会当退会，天草，水哦，阿公袂歹哦，两个字，请伫骹顶爱摆爱白的，下大，哎对，几个字？洗碗的，三个字，当洗碗，洗碗，毋是，菜龟无，哎对，菜过无，水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伫阮学校边仔，外口有的物件，有红翅甲青油翅，菜拢会去遐，油菜拢会去啊，会啦，水哦，会使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分的，会当分的哦，两个字想看分麦，的乐器，分的乐器哦是乐器哦，分的两个字，好乐器。会使听音乐，喇叭，一个较大声，来啦，爸对，哎呦，哈，其实介济题啊，伊是毋是有按算讲，是毋差不多介济题啊？我卖两位摕啦。伊就先休困安尼。哎呀，即摆来看卖到底得几题哦？现来讲，好，实的时间到，来哟，第一题安怎念？脆烂，喙烂嘿，讲出来。伊讲喙烂，喙烂，喙烂，来，心轮，你感觉咧？佮会当讲啥？大都要看到食的物件，对。会吞喙啊讲咧烂。讲话较大声安怎？会喷，喷，手激动，手激动，运动会，运动会，通啊安怎讲呢？学校有人咧比赛，有100公尺甲200公尺，哦对，感觉有跳，游泳，还有跳啥？篮球，哦拿球，篮球对，够运跳悬，对无？好，拢讲着，咱来看觅恁拢总摕到8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好哦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现来甲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讲实在啦，咱每一种职业哦，拢有伊真辛苦的所在。尤其是我即摆要带恁去的是高雄的寿山动物园。到底内面呢？哦，遐个保育员偌辛苦咧，啊，还有今年的寿山动物园有偌年啊无共款，咱做伙来看卖下是。现来甲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水阁有爱心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一女粉黄大欣。头拄仔你讲着，猜我咧模仿的是啥物动物？无毋对，就是咱即摆后壁遮的狐獴。今仔日啦，我来到这个所在是咱的寿山动物园。听讲啊，寿山动物园甲较早有足大的无共款哦。我甲你股电话有约好讲要带我去参观，今仔咱做伙来去看卖啊，甲较早有啥物款的无共款。咱去。
今仔日啦，真欢喜会当邀请咱的李公长来替咱小解咱的寿山动物园2.0，甲较早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哦？他会当借问者，就是咱这个乌乌的这个是叫啥物花？哦，这叫做水底下的山乌吼。哦，山乌。这个设计呢，要互咱的游客呢，会当看卖了解讲，动物到底因伫厝内底，就是因的内设的时阵，因的生活情形是安怎？佮这个特色就是讲，伊甲这个内设甲拍一个孔开开了，做这个山屋吼，会当增加伊的通风，甲伊的光线，安尼会当互这个室内拍袂遐湿淡吼，安尼动物伫内底生活的空间会用较舒适安尼。哇，咱这会当做近距离的来看到咱的犀牛呢，而且啊，迄犀牛比我想的搁较大只足侪哦，因的迄皮肤啊看起来粗粗。哇，咱后壁咱的大猩猩出现啦！这个天后廊道伊的设计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咱一般咱咧看动物的时阵，是伫地面的时阵来看动物吼。啊，咱即马就做一个迄个走廊，啊，互迄个走廊比较悬的视野吼，来去看迄个动物。哦，就是一个3D 环绕视野的概念安尼。对。啊，讲到熊猫，我就想到台语有一个词叫做西熊，大家敢知影西熊是啥物动物咧？西熊是啥物动物啊？西熊，西熊。我捌看过西熊诶，到底西熊是啥物熊啊？白小姐摕金箍箍为遮来，大家摕到宝藏一定会笑嗨嗨，这就是花语讲的浣熊。啊，浣熊真古水哦，啊，伊有看到水的时阵，伊的双手就会插入去水内底，而且伊若是手有摕着食物，伊就会摕去水内底洗洗，所以大家拢叫伊洗熊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来，红记安怎讲？红记来到贵宝地，听我的绝对无问题哦。我甲恁讲啦，我的答案吼是棕熊，因为呢，棕熊这种熊吼，伊最爱食三文鱼的，爱咧掠三文鱼的时阵呢，伊的双手就会插入去溪仔内底，啊，敢若看起来吼，敢若咧洗手共款，所以啊，咱就讲伊是洗手熊，安尼知影无？恁感觉？我感觉阿丁，你较大声，你感觉是啥是白夏夏，白夏夏浣熊，是安怎是浣熊？因为我伫册有看到。哦，你哦。我感觉嘛是白夏夏。白夏夏的野手。哎呦。白夏夏。安尼。噔噔噔噔。所以你们选的是白夏夏。咁安尼。所以你们选的是白夏夏。咁安尼。咱讲的西熊就是浣熊，啊是安那叫做西熊呢？其实浣熊伊的目睭无介好，啊伊无介好，伊拢是透过手的神经去感受的，伊就是爱踩水的，啊甲手敢若洗好清气了，伊的神经的反应就会变愈好。啊伊若是要去掠伊想要食的物件，就会更较敏感，就是更较溜咧，安尼知影无？来看后一题。咱即马要来体验的是咱的优德的保养员的工课，哎，咱即马欢迎咱的保养员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。优德的保养员主要的工课是啥物货？照顾因的衫顿，啊，然后是说观察因的迄个身体健康。咱咧穿优德的时阵，敢有啥物特别爱注意的所在？伊可能会对咱喙烂，啊是用骹踢安尼，伊的喙烂特别臭。尤其迄个你穿的衫，你摕去洗的时阵，3工拢搁洗袂起来。咱即马刷来就是要来体验咱的剃羊道来剃毛哦。咱剃毛主要是要为着啥物货？是安怎爱家己剃毛？羊驼是迄个高原的动物，啊，伊生伫迄个足寒冷的所在，啊，对咱台湾的迄个气候，伊就较袂适应。啊，伊感觉伤热。嘿，对，伊就感觉伤热，所以咱爱家己皮毛剃掉安尼。哦，伊的毛足高的呢。对，啊，所以咱第一步爱先慢慢落去，第一刀的去。伊这层真正足好摸的呢。安尼等下这工课会搁剃入去，还是就安尼就好啊？袂，咱尾仔会搁修者。安尼我敢会当试看卖啊？会啊。即马要剃啊，你莫紧张哦。啊，伊真正足乖的呢。听咱说啊。
咱卖紧张就好。好，咱即摆已经体验了咱的天油膜，你看伊即摆身躯拢光光光，伊头拄仔卡咧抬时，害我一直惊着。好佳在头拄我咧提的时阵，我拢无互伊生气哦，所以伊拢无甲我配喙烂哦。讲到喙烂，我就要来问大家，有关喙烂的知识，倒一项是正确的？有关喙烂的知识，红记记白写写。问我就对，喙烂愈少，较容易喙臭，因为这喙烂内底有一个成分会当减轻这个细菌，所以呢，喙烂愈少，细菌就会生炭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敢是安尼咧，红记记。我的答案吼是喙烂伤济，较够皱起哦。因为呢，咱的喙烂内底吼有足侪矿物质，啊，这个矿物质呢，互你的喙齿吼来结石，所以吼嘛比较较够皱起，安尼知影无？阿定，你感觉像讲较有道理？感觉是白写写。哦，是安怎是白写因写？为红记记讲的，安尼我每一工拢有。足侪喙烂。嘿，奈无就去。哎呦！哎呦，赞哦！打困起来时阵，喙一定较有味嘛。因为挨个时阵喙会较大。谢谢，白谢谢，白谢谢。哦，白写写。确定？确定，确定。确定。所以你们说的是白写写。敢安尼？对啊！好唔对？咱人的喙烂，伊迄个 pH 值啊，大部分是伫6.2到7.6这个之间。啊，咱喙烂内面有矿物质，会帮助咱的喙齿会较坚固。哦。啊，若是喙烂较少的人，真正伊迄是天生的啦。哦。伊喙烂就较少嘛，所以伊迄种天生的就是较会皱起的体质。好，咱来看觅恁拢讲摕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好，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袁大家。有2届的机会。好。来，倒6个小朋友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倒一个动物？长尾山牛。长尾山牛。好，手甲扛起哩。随选好啊吼，第一个金扣扣，互长尾山牛，敢会对咧？请起来。长尾山牛。哇哈哈哈哈！无啦，即马是要安怎办呢？紧讨论，讲出来，下讲。哪里？好，啊，恁讨论好啊。哪里哦？哪里？啊，手扛起哦。剩一个金扣扣尔，啊，若是无对，无要紧，咱阁有金扣扣上。金扣扣。我后盖再过来，我会来不算。出机会啦。哪里？请起来。哇，颁奖！哇，那这准啊！哎呦，民间的笑容无同款哦。总算我摕到，因摕到是机器人的模型组啊。对，这是一个6合一的风车，你会使有做6个形体的风车无同款的造型哦。对。袂歹哦，爱继续讲台语好无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。